所以買樓冇套路，歡迎收睇 Tony 地產頻道。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最近呢幾日咧，Tony 嘅心情咧都係比較沉重啦。一時之間咧，亦都係冇辦法用言語之間去表達啦嚇。感覺咧就好似發生好多嘢咁樣啦。加上呢幾日咧，Tony 咧就有少少病態嘅，所以精神上咧亦都唔會話十分之太好啊。Tony 咧喺度咧，亦都係希望熒幕前嘅一個觀眾朋友啦，可以平平安安啦。大家一定要保重啊！開盤即降價嘅樓盤，唔知大家見得多唔多啦嚇。今日咧，我哋就繼續將目光咧轉移到中山火炬開發區同埋東區交界處去睇一個樓盤啦。係啊，火炬開發區嘅中澳和悅春府嚇。聽到中澳呢個名嘅話咧，好多睇開中山樓盤嘅一個朋友仔咧，可能都唔會陌生嘅。其中坦洲嘅中澳春城啦、中澳世紀城啦。仲有中澳新城啦，城區嘅中澳濱河灣啦、中澳星匯啦，都係中澳地產開發㗎嚇。足咧，中澳地產喺中山咧深耕咗23個年頭㗎啦，可以話算得上係一個老牌地產商嚟㗎嚇。點解會講呢個樓盤咧？原因其實都好簡單啦。後台咧亦都係有幾位觀眾啦，去問到阿 Tony 呢一個樓盤嘅一啲情況啦。大家都知道 Tony 咧一向都係有嗰句講嗰句啦嚇。今日 Tony 咧就同大家一齊由佢嘅地段、交通配套、開發商嘅實力，到社區規劃以及戶型同埋價格啦，全部做一個拆開講解嚇。務求嘅話咧，就係俾到大家一個最全面嘅一個真實拆解啦。亦都係希望大家喺接嘅路上啦，少走一啲彎路啦，慳翻多啲時間㗎嚇。如果大家想喺中山接嘅話咧，或者係想了解更加之多中山嘅樓市資訊啦，亦都係可以俾翻個 like 阿 Tony 或者係 follow 翻我呢一個頻道。咁樣嘅話咧，就唔會錯過每一期嘅精彩影片㗎啦。好啦，影片正式開始之前咧，大家都係老規矩啊，評論區打翻支持兩個字嚇。喺度咧，亦都係預告一下啦。下一期咧就會同大家全面講解下中山新規產品4.0住宅嚇。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嘅話咧，亦都係可以喺評論區打翻4.0兩個字上去㗎。好啦，廢話唔多講啦，我哋即刻就進入今日嘅主題內容啦。講到中澳和悅春府呢一個樓盤嘅話咧，我哋就一定要先從佢嘅優勢開始講起啦。經過我哋嘅詳細了解同埋實地踩盤之後啦，都總結咗呢一個樓盤嘅核心賣點，主要係集中以下幾個方面㗎嚇。首先第一個咧就係開發商嘅一個實力雄厚啦，口碑方面咧亦都係有保證嘅，深耕咗足23個年頭啊喺中山嚇，亦都係本地買家值得信賴嘅一個地產商嚟㗎。對於買樓，尤其係買新樓啦，開發商咧嘅實力咧同埋信譽咧，絕對係基石之一嚟㗎嚇。中澳集團咧喺中山地區咧，亦都係深受中山市民認可嘅一個地產商嚟㗎嚇。Tony 咧都係中澳嘅業主之一啦，亦都係感受過發展商以及物業管理公司俾到嘅貼心服務啦。我認為管理水平以及係呢一個態度方面啦，都係唔錯嘅。仲有就係好嘅口碑嘅話咧，係最重要嘅一個無形資產嚟㗎嚇。好多業主對中澳嘅一個評價啦，都係正面嘅。呢一種良好嘅口碑咧，往往咧係意味住佢嘅產品銷量咧係穩定嘅，同埋售後服務咧，亦都係做得到位嘅嚇。好，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項目嘅地段啦，係其中重要嘅一個賣點嚟㗎嚇。樓盤位置咧係位於火炬開發區同埋東區嘅交界位啦，係坐落於中山路嘅一個延長線上面啦。而呢一條路嘅話咧，聽個名就知係中山嘅主幹道嚟㗎啦嚇，一路連接咗利和廣場啦、盛景上風啦、紫馬奔騰、Coco City 等等中山各大嘅一個繁華商圈嚇。住喺度咧，無論想去邊都係10零分鐘嘅一個車程嚇。交通方面咧，佢嘅優勢咧可能會更加明顯啦。距離深中通道火炬出口咧，大概係3公里左右嚇；距離中山站咧，大概係4公里左右嚇。周邊嘅一個軌道交通咧，喺度規劃當中啊。最值得期待嘅係就係即將開通嘅南珠中城，就係港珠中嘅一個城軌啦。將來嘅話咧，亦都會喺項目附近啦設有火炬站嘅。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利好嚟㗎。預計2028年之後咧就會通車㗎啦。屆時嘅話咧就可以45分鐘可以直達廣州地區啦，1小時可以直達珠海啦。呢一個強大嘅軌道交通網絡啦，未來咧亦都相信咧將會大大提升呢一個區域嘅連接性同埋呢一個區域價值嘅。所以咧，無論係現有嘅路面交通啦，定係未來嘅軌道交通規劃啦，中澳和悅春府呢一個樓盤地段同埋交通嘅優勢咧，都係非常之突出嘅嚇。好啦，講到第三個啦，就係買樓咧，唔單止係買一個單位嚇，
仲要係買佢周邊嘅一個配套嚟㗎。咁啊呢個項目嘅配套方面咧，都係相當之出色嚇。咁啊商業部分啦，項目自帶2000方嘅一個超市同埋臨街商鋪啦，意味住你日後住喺呢一度嘅話咧，日常購物啦、飲食需求啦，喺屋企樓下咧就可以滿足得到㗎啦。咁啊，如果想要有更加之多嘅選擇啦，喺3公里範圍內咧，有太陽城廣場啦、張家邊市場啦，再遠啲5公里可以到達星河 Coco City 啦、富日城啦、利和廣場、金影廣場等等大型嘅一個商圈嚇。呢個商業配套嘅梯度啦，同埋密度啦，可以話係相當之完善㗎，起碼可以滿足到你日常嘅各種需求啦。咁啊，第4個啦，就係我哋最關心嘅醫療方面啦。樓盤3公里範圍內咧，就有呢一個甲級醫院火炬開發區醫院嚇，車程咧僅僅係只需要5分鐘時間啦，都係便捷㗎。距離中山市人民醫院都係講緊20分鐘嘅一個車程就可以到達㗎啦。呢一個醫療網絡更加係為住戶健康提供咗一個堅實嘅保障嚟㗎嚇。好啦，咁啊總結翻呢一點啦，咁啊中澳和悦春富呢一個樓盤嘅話咧，周邊亦都係提供咗一個非常之全面嘅生活網絡俾到大家㗎。無論係大家嘅購物啦、醫療啦、教育啦，都係得到有力嘅一個保障嘅嚇。好啦，咁我哋繼續講講樓盤方面啦。咁啊，我哋都知道現今社會人人咧對呢一個居住體驗咧要求咧都係越嚟越高嘅。唔單止係要住得好啦，仲要係開心，仲要有質量。呢一個項目喺社區配套方面咧，真係落咗唔少心思㗎嚇。新東南亞風情園林、熱帶植物、特色景觀，營造出一份度假嘅感覺，能夠為業主提供一個獨特嘅視覺享受同埋休閒空間嚇。1300方嘅室外游泳池、兒童親子樂園、羽毛球運動場、2公里彩虹跑道、景觀會客廳、社區超市，呢啲內部配套都係應有盡有㗎嚇。好啦，咁啊講到買樓啦，都係最終都要落翻單位嘅本身啦。咁啊呢一個樓盤咧，首次推出嘅戶型啦，主要都係集中喺87方、88方、110方呢3種戶型㗎嚇。咁分別係咧3房到4房㗎。咁啊呢一個面積範圍咧，咁啊對於剛需或者係唔需要特別大空間嘅朋友仔嚟講，係一個比較容易負擔同埋適合嘅一個選擇嚟㗎嚇。咁啊戶型設計方面啦，87方南北對流嚇，主人房嘅話咧，仲帶埋個衣帽間俾你，整體嘅佈局咧，亦都係好方正嚇。88平方，每層貨量咧係最多㗎，3開間朝南同埋陽台闊落啦。108方4房戶型，除咗南北對流之外啦，空間利用率咧都係非常之高㗎。咁啊至於價錢方面咧，首開均價咧大約咧係12,000蚊方到嚇。咁啊相對開發區嚟講啦，咁啊在售周邊嘅項目嚟對比，咁啊貴咧就梗㗎啦。咁啊大發展商咧而家知錯啦嚇，咁啊開盤無奈即降價，由12,000蚊一方直降3000，而家單價咧9,000蚊可以上車，仲帶埋裝修俾你。呢一個價格喺火炬開發區同埋東區嘅交界處啦，咁啊有咁多配套，開發商嘅實力啦，仲要有埋軌道交通嘅優勢。我個人認為，以前12,000蚊嘅時候咧，我又真係唔推介嘅。咁啊，但係而家9字頭可以上車咧，仲可以做埋低首期。我個人認為呢一個樓盤咧係值得關注一下㗎。好啦，咁啊講咗咁多光輝嘅一個優點啦，咁啊大家都知道 Tony 講樓咧一定係全面同埋客觀㗎啦。咁啊每一個樓盤咧都有佢唔完美嘅地方啦嚇，任何樓盤都會有缺點嘅，咁啊關鍵呢一個缺點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啦？咁啊呢啲細節咧係幫助大家做出最理性嘅決定同埋關鍵嘅一個決策嚟㗎嚇。咁喺中澳和悦春富呢一個樓盤啦，咁我哋需要留意嘅地方係咩咧？經過我哋深入嘅一個了解啦，咁我哋發現有以下幾個地方咧係潛在不足嘅，咁或者需要我哋大家去考慮嘅一個地方啦。咁啊首先就係周邊嘅一個環境係有待改善啦。交通噪音同埋粉塵問題啦，咁啊呢一點嘅話咧，其實好多位於城市核心嘅地段啦、鄰近主幹道嘅一啲樓盤啦，或多或少都會面對嘅一個挑戰嚟㗎。咁啊樓盤門口咧，江寧西路咧係一條車流量相當之大嘅一個主幹道啦。咁啊大家亦都係可以想像一下，每日咁多車輛經過，無論係汽車嘅引擎聲啦，同埋喇叭聲啦，定係輪胎同埋地面嘅摩擦聲啦，都會對附近嘅一個居住環境造成一定程度嘅一個影響㗎。尤其係對於首開嘅一棟同埋二棟啦，呢啲靠馬路嘅流動嚟講咧，咁啊呢啲噪音同埋粉塵嘅污染影響咧，可能係比較直接嘅。咁啊，即使發展商喺建築嘅時候啦，會做一啲隔音措施啦，咁啊，例如雙層玻璃啦，或者係樓距嘅一個設計啦，咁啊，但係物理上嘅距離係決定咗呢一啲外部噪音同埋粉塵咧，係仍然難以完全隔絕嘅嚇。咁啊，對於聲音比較敏感或者係注重居住環境空氣質量嘅一個朋友仔嚟講啦，呢一點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可能需要親身過嚟感受一下實際嘅噪音水平同埋空氣情況啊。
好啦，咁啊第二個咧係城市界面比較舊啦，咁啊氣貌同埋檢測站嘅影響咧，亦都係比較直接㗎嚇。咁呢一個缺點啦，可能喺視覺上同埋居住體驗上咧，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問題嚟㗎。雖然項目本身嘅園林啦同埋建築設計咧，都係做得幾靚幾有特色嘅，咁啊但係周邊500米範圍內嘅話咧，都係俾汽貿店啊同埋汽車檢測站啊所覆蓋嘅嚇。咁啊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呢一啲商業業態咧，通常都係會有啲雜亂嘅。咁啊，而且嘅話咧，項目所屬嘅話咧係張家邊片區嚇。咁啊，整體嚟講，雖然發展嘅話咧都算係比較成熟，咁啊，但係城市嘅界面咧，相對嚟講亦都係比較舊嚇。好多建築道路嘅風貌啦，都係停留緊過去嘅一個發展階段嚇。咁啊，呢方面嘅話咧，亦都係有待提升嘅。咁啊，當然啦，一個區域發展咧係需要持續嘅。可能未來張家邊呢一個片區咧都會有更新同埋改造嘅一個可能嘅，咁啊，但係以目前嘅一個狀態嚟講，呢一個城市界面係比較舊呢一個問題咧，係一個客觀存在嘅一個事實嚟嘅嚇。呢方面嘅話咧，亦都係需要大家去留意嘅。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建議翻大家啦，如果話對居住環境同埋視覺享受以及周邊嘅城市風貌有比較高嘅要求嘅話咧，阿 Tony 認為任何一個樓盤咧都係需要深入研究、實地考察去感受下個環境，睇下自己中唔中意嘅。好啦，咁啊，各位嘅觀眾朋友，今日咧阿 Tony 咧就用咗10分鐘嘅一個時間啦，去講解咗呢一個中澳和悦春富呢一個樓盤啦嚇。咁啊，從佢嘅核心賣點到潛在不足咧，我哋亦都係盡量做到客觀去講解嘅。咁啊，總括嚟講嘅話咧，咁呢個項目嘅優勢同埋缺點咧，都係相當之明顯嘅嚇。就好似一個硬幣咁樣啦，有兩面，有吸引人嘅地方啦，咁啊同時亦都係伴隨咗一啲需要注意嘅細節嘅。中澳和悦春富呢一個樓盤嘅話咧，佢有佢嘅優點，亦都有佢值得留意嘅地方啊！買樓始終係一個重大決定，阿 Tony 嘅話咧，亦都希望今日呢一份講解內容啦，能夠幫助到大家更加清晰、更加理性去評估翻呢一個樓盤啦，最終做出最合適自己嘅一個選擇嚇。好啦，咁啊今日中澳和悦春富呢一個樓盤講解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啊視頻最後大家咧記得俾翻個 like 阿 Tony，或者係 follow 翻我呢一個 channel。下一期咧再同大家講下中山嘅新規產品4.0住宅嚇，咁啊敬請留意啦。咁我哋下一期見。